係過新年嘅日子啦。今天是過新年嘅日子，咁我哋梗係講福氣呢樣嘢嘅。都是說福氣。咁咧，我哋嘅真正嘅福氣咧係從神而嚟嘅。我們真的福氣是從神而來的。但係每個年代對福氣嘅睇法都唔同嘅喎。每個年代對福氣都是看法不一樣。嗱，你而家諗一諗下，你想一想，你覺得乜嘢係福氣？你覺得什麼才有福氣呢？諗下，你想吧。嗱，大部分嘅人咧，但大部分嘅人呢，梗係覺得最好生活無憂啦，生活無憂，又無欲無求啦，無欲無求，最緊要就身體健康，有健康嘅身體，同埋咧我哋有自由去選擇。有自由嘅選擇。咁咧最好一家人喺埋一齊啦。全家人都聚在一起。呢個係我哋中國人好多時都係咁諗。我們中國人都是這樣想。咁啊叫有福氣啦。這就是有福氣啦。但係頭先我啱啱講嗰啲福氣咧，因為我們剛剛所說的福氣呢，全部都好短暫喎。全部是很短暫的。嗱，隨住我哋嘅年紀慢慢長大啊，現在我們年紀慢慢老了，我哋嘅際遇有改變啊。我們的際遇也會改變。我哋所諗嘅福咧，我們所想的福呢，好容易被改變嘅喎。好容易是被改變的。唔係我話要有就有。我們說要有就有的。但係咁我哋坐喺度大部分都係基督徒啦。我們坐在這邊大部分都是基督徒。咁我哋要學嘅咧就係聖經講乜嘢係福啦。我們要學聖經說什麼才是有福。咁呢個基督徒點樣攞到從神而嚟嘅福咧？基督徒怎樣拿到從神來嘅福氣呢？因為時間嘅關係啦。因為時間嘅關係。所以我哋只係講第1節到第3節。今天我就走第1到第3節。下個禮拜講埋4到6節。下個禮拜再說4跟6節。琴日咧，我哋有去羅牧師屋企咧，有呢個以賽亞書查經。昨天去羅牧師家有以賽亞書嘅查經。咁我同羅牧師講，羅牧師我學你啊。我跟羅牧師說，羅牧師我學你。你好多年前喺恩典講過詩篇第1篇啊。很多年前你在恩典說過詩篇的第1篇。我聽日講詩篇第1篇啊。明天我就說詩篇的第1篇。咁佢話好啊。他說好。佢講2節咪得咯。他說你講2節就好了嘛。因為我同佢講，哇，原來越短嘅經文係越難講。原來越短嘅經文是越難說。因為只有6節。只有6節。佢話2節都夠你講個幾鐘頭啦。2節你就可以說1個多小時啦。咁當我預備嘅時候咧，我真係發覺原來冇辦法講晒6節喎。真的是沒辦法可以全部6節說完。咁所以我今日只係講1到3節。所以今天就說1到3吧。嗱，呢個係一個好簡單嘅經文。就是一個很簡單嘅經文。一開始詩人提醒我哋有3不做。一開始詩人就提醒我們有3不做。咁啊講到有3類人添喎。還有3類嘅人。咁啊撳晒出嚟啦，撳，係啦。咁咧，佢呢3類人咧，撳，係啦，就係惡人、罪人同埋褻慢人。這3類人就是惡人、罪人、褻慢人。嗱，呢3類人我哋知道我哋都要遠離嘅。這3類我們都要遠離的。但首先我哋識分呢3類人，我哋先識得遠離啊嘛。所以我們先要分得清楚，才可以離開他們。嗱，我哋需要拒絕呢啲人嘅喎。我們需要拒絕他們。因為我哋信耶穌嘅人要過聖潔嘅生活啊嘛。因為信耶穌嘅人要過聖潔嘅生活。要分別為聖。要分別為聖。嗱，佢講嘅第1類係惡人。他說第1類是惡人。佢話不從惡人嘅計謀。他說不從惡人嘅計謀。嗱，呢度講嘅惡人咧，就是說嘅惡人咧，即係唔係講惡形惡相嗰啲彪形大漢啦。不是說那些惡人惡相嘅彪人大漢。咁咧就唔係成日鬧人嗰啲潑婦喎。也不是讓很多人罵人那些。嗱，我哋諗下，我哋覺得魔鬼係點樣㗎？我們就想一想，魔鬼是怎麼樣的呢？哇，有角㗎喎。魔鬼頭上有角。有尾㗎喎。頭上還有尾巴。因為我哋睇得太多嗰啲圖畫。因為我們看得太多那些圖畫。但係當我哋知道魔鬼要誘惑我哋嗰陣時咧，但是我們看到魔鬼要誘惑我們的時候，佢點會咁嘅樣去誘惑我哋咧？他哪有這個樣子嚟誘惑我們啊？梗係做一個好溫柔嘅天使去誘惑我哋啦。好似好像一個扮成一個很溫柔嘅天使啦。因為如果我哋見到哇魔鬼嘅樣係咁可怕嘅時候，我們看到魔鬼這麼可怕嘅時候，我哋第一走咗啦。馬上就跑啦。佢呃唔到我哋嘅。他騙不到我們。呢度所形容嘅惡人咧，這裡所形容嘅惡人呢，唔係淨係犯罪嘅人喎，不是真是犯罪嘅人，而係話唔敬畏神，不是不敬畏神，遠離神嘅人，遠離神嘅人。嗱，詩人叫我哋咧唔好走錯路啊，詩人要我們不要走錯路，唔好跟從同聽從佢哋嘅計謀，不要
跟從和聽從他們的計謀，佢哋嘅諗法同埋建議喎。他們的想法和建議。因為基督徒要蒙福，因為基督徒要蒙福，一定要聽神話，一定要聽神的話，要跟隨聖經嘅教導，要跟隨聖經的教導，唔係跟隨呢個世界嘅教導不是喎。跟着這個世界的教導。點解啊？為什麼呢？因為我哋越貼近世界咧，因為我們越貼近這個世界，我哋越貼近世界嘅價值觀，就要運動這個世界的世界觀。我哋好慢慢咁忘記咗神嘅話語啊！我們慢慢就會忘了神的話。再遲啲連神都唔記得啊！再晚一點，真的神都忘了。其實咧，基督徒係不斷咁對呢個世界讓步。這個基督徒就不斷這個世界讓步。嗱，我哋諗下幾十年前啦，我們想一想，幾十年前，當主任好後生嗰時，那時候主任還很年輕。哇！當我哋一講到同性戀，那時候說到同性戀，我哋話梗唔得啦，當然不可以的，係咪啊？對不對？而家咧，現在呢？咪應該早嗰排，早嗰10年。那現在說10年前，你要同性戀我都冇辦法㗎。你說同性戀也是沒辦法的。你唔好搞到我得咯。哎呀，你不要搞到我就好了。係咪啊？我前嗰10年係咁諗。前10年呢就是這樣想。我哋又唔得，我們又不行。而家覺得都冇辦法啦。那到現在，哎呀，沒辦法了嘛。而家咧？現在呢？哇！都走晒出嚟咁喎。哇！好像都全跑出來了。我哋話咁都冇辦法㗎。都是沒辦法的呀。我哋仲加多一句。還加一句吧。我要尊重人權啊嘛。我要尊重人權。咁我都要認同佢㗎。我都要認同他。睇唔睇到人類啊不停咁讓步啊？你想什麼？就一步一步地讓出來了。直至到有人行出嚟話唔得啦。那就現在有人跑出來說不行，要翻轉頭。要回頭。我哋至醒喎。都開始有點醒悟了。係喎，唔得㗎喎。對呀，不對呀，對呀。應該係咁喎。不可以這樣的。你睇我基督徒其實不停咁讓步。我看基督徒就是不停地讓步。聖經提摩太前書6章10節咁講。提摩太6章10節這樣說。佢話貪財係萬惡之根。貪財是萬惡之根。嗱，貪呢個貪字啊。這個貪字。聖經就話係萬惡之根。是萬惡之根，這聖經說。我哋唔可以因為我哋窮啊。不是因為我們因為貧窮。我需要錢啊。我是要錢。我貪就冇問題。那這個貪就沒問題啦。我貪就唔係犯罪。貪就不是罪，犯罪。我就可以去偷去搶。我就可以去偷去搶。呢個概念係錯。這個概念是錯。貪就係罪。貪就是罪。唔會因為個環境而成為唔係罪。沒有因為環境而成為這個不是罪。既然我哋知道福氣只係從神而嚟嘅。既然我們知道福氣是從神而來的。如果一個人唔跟隨神嘅話語。如果一個人不跟隨神的話，佢都唔識神嘅話語啊。他不懂得神的話，佢點攞到神所賜嘅福氣呢？他怎樣可以拿到神給嘅福氣呢？攞唔到啊！真的是拿不到。第二個佢話罪人。罪人。佢話不站罪人嘅道路。不站罪人嘅道路。嗱，呢度當然唔係講佢所站嘅地理位置啦。這裡當然不是說他站在那個地理位置上，係講個立場啊。就是說他的立場。基督徒嘅立場係咩立場啊？基督徒嘅立場是什麼呢？就係聖經嘅立場咯。就是聖經嘅立場。嗱，我哋唔好企錯位喎。因為我們不要站錯位置。嗱，例如呢個世界教我哋咩啊？因為這個世界教我們什麼？梗係為自己而生活啦。就為自己而活。咁先係最聰明啊嘛。就是最聰明的啦。有幾多攞幾多。有多少你就可以拿多少。聖經話我哋為誰而活啊？聖經說我們為誰而活呢？我哋為神而活啊！是為神而活。個重點係啊，點解為神而活？重點就來了，為什麼為神而活？點解為神而活？呢個唔係口號嚟㗎。這個不是口號，係有原因㗎。是有原因的。我有冇為你死啊？我有沒有為你死啊？梗係冇啦。當然沒有啦。神為你死啊嘛。是神為你死。你個命係佢救贖翻嚟。你的命是他救贖。所以我哋係為神而活啊。所以我們要為神而活。唔再為自己而活啊。再不為自己而活。嗱，我哋成日睇聖經，成日都好多呢啲好似口號咁嘅字。我們看現在好像很多口號的樣子。全部都有原因嘅。全部都是有原因的。唔係冇原因嘅。不是沒有原因的。呢個世界教我哋最愛係愛自己。這個世界告訴我們最愛就愛自己。
擺自己第一位，把自己放在第一位。就聖經點講啊？但是聖經怎樣說呢？唔係愛人先，不是愛人先愛人，係咪咁講啊？是不是這樣？聖經第一個話，我哋要愛邊個先啊？怎樣跟我們說？愛神啊！要愛神，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神啊！真心真意地愛我們的神。當我哋識得去愛神咧，當我們懂得去愛神的時候，我哋就識得去愛人啊！就懂得愛人啦。嗱，呢個係一定發生嘅事。這是一定發生的事。我哋做基督徒要有立場。我們做基督徒要有立場。但係呢個立場係根據聖經原則喎。這個立場要根據聖經的原則。唔係根據我嘅情緒喎。不是跟着你的情緒。唔係根據我嘅喜好喎。不是跟着你的喜好。嗱，但係人好多時就係根據我哋嘅情緒同喜好去做決定。很多人都是根據這個喜好來做決定的啦。嗱，我哋對住呢個世界點對啊？我們對這個世界怎樣對呢？我哋要有啲勇氣啊！我們要有勇氣。我哋要有勇氣話我唔贊成。有勇氣說我不贊成。我唔認同。我不認同。嗱，我唔贊成唔認同人嘅行為喎。我不贊成人的行為。唔代表我唔愛佢喎。不代表我不愛他。正如你屋企嘅仔女，你的孩子們細個嗰陣時可能好想插個手指入插蘇度。他很想把手指放在那個電的。其實主任細個嗰陣時都諗過。主任就是這樣。不過阿媽話會電死嘅。那個插頭啊，會電死的。所以我唔敢。所以他不敢。但我細個俾電過㗎。但是小時候都被電過。係痛到叫救命。痛的呀，叫救命啊！好彩冇電死我。沒有電死，沒有觸電。嗱，你好愛你個仔女。你還愛你的孩子。但係你唔認同佢嘅行為。但是你不認同他的行為。你唔會認同佢插3個手指入個插蘇度啊嘛。不認同他把那個手指放在那個電的旁邊。點解我話3個手指咧？什麼叫做3個手指呢？香港啲插蘇3個窿㗎嘛。以前那個香港那個就是3個孔的。好大個嘅添啊仲。很大的孔。細路仔係絕對插到個手指入去。小孩子的手指頭真的會放進去的。我哋唔認同，唔代表我唔愛佢。我們不認同，不代表我們不愛他。但係我哋要有立場。但是我們要有立場。呢個立場從聖經而嚟。這個立場是從聖經而來的。第三類就係褻慢嘅人。第三個就是褻慢人。佢話唔可以坐褻慢人嘅座位。呢個不要坐褻慢人的座位。咩叫褻慢人？翻頭先嗰張先，未到呢個。什麼是褻慢人呢？褻慢人咧就話佢有膽量嘲笑神嘅人啊。就是有膽量去嘲笑神嘅人。我會話呢度唔好同啲人交往，唔好住埋一齊，唔好入佢哋嘅圈啊！不要進他們的圈子，不要跟他們住在一起。呢度係講個身份嘅位置喎。這是說身份位置。通常講起有身份咧，通常說有身份嘅人，即係講有學識、有錢、有地位嘅人。就是有錢啊，有學識廣博嘅人。但我哋大家好知道一樣嘢喎。但是我們很知道一樣。有錢有學識講嘅嘢未必一定啱嘅。有錢有學識嘅人說嘅東西不一定是對的。醫生好有學識。醫生很有學問。可能佢做手術好叻。他做手術很棒。但唔代表佢其他嘢係啱嘅。不代表他其他都是好的，就對的。所以我成日鼓勵基督徒有獨立思想。所以我們鼓勵基督徒要有獨立的思想。成日都要問點解啊？我們要問，就是什麼呢？為什麼呢？我哋要睇我哋身邊嘅人。我們要看身邊嘅人。我哋點解佢咁嘅咧？那為什麼他會這樣呢？你就喺當中你學到啦。就在當中你就學到。你學到哇，其實我自己想要乜？其實我想做什麼呢？基督徒最慘係咩咧？基督徒這個人是怎麼呢？我都唔知自己要乜。不知道我要什麼。隔離咁做，我咪跟住做咯。係啊，鄰居那個他這麼做，我就跟他做嘛，就咁做就好啦。冇咗個獨立思想。沒有那個獨立的思想。如果你身邊有個好人，如果身邊是一個好人，咁你感謝主啦。你就感謝主啦。如果你身邊有個壞人呢？你身邊是一個壞人，咁點算啊？你就怎麼辦呢？所以我哋要有獨立思想。所以我們要有獨立的思想。可能你會話，可能我會說，主有咩咁傻啊？主要我哪有這麼笨？見到惡人、罪人、褻慢人，仲跟住佢。我見到那些惡人、罪人、褻慢人，我還跟着他。我話俾你聽。告訴你。惡人個額頭冇作住惡人嘅。惡人的額頭，他沒有寫着惡人的。罪人都冇額頭作住罪人嘅。他也沒有寫着罪人在額頭上。咁
咁你話咧，咁乜嘢人係惡人、罪人、褻慢人啊？啊，你怎樣去分辨這些惡人、罪人、褻慢人呢？嗱，陣間咧詩篇73篇有形容到，啊，這詩篇73篇，它就有這樣。佢嘅形容係非常有趣，大家一齊睇下。啊，我們一起看看啊。佢話：我見惡人同狂傲人享平安，就心懷不平。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，我就心懷不平。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，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。他們的力氣卻是壯實。他們的力氣卻是壯實。他們不像別人受苦，他們不向別人受苦，也不像別人遭災。也不向別人遭災。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，所以驕傲和鏈子就戴在他們的上上。強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子嘅身體，遮住他們的身體。啊，呢個好有趣喎！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突出喎。他們的眼睛因體胖而突出。我都未諗到點會肥到隻眼突出嚟啦！真係沒有想到胖嘛，體胖的就眼睛會凸出來。即係如果你個眼冇突出嚟咧，即係你未到好肥啦。如果你的眼睛沒有凸出來，那還不是很胖。佢話：他們所得嘅過於心裏所想喎。他們所得嘅過於心裏所想。哇！佢哋所得嘅多過佢個心諗嘅仲要多啊！哎，他們所想真的比他心裏所想。他們譏笑人。他們譏笑人。憑惡意説欺壓人嘅話，憑惡意說欺壓人的話，把口唔係幾好嘅佢哋。他的口不是很好。他們説話自高，他們說話自高。他們嘅口褻瀆上天，他們的口褻瀆上天。他們的舌毀謗全地，他們的舌毀謗全地。所以神的民歸到這裡，所以神的民歸到這裡，喝盡了，喝盡了滿杯的苦水，滿杯的苦水。他們說：神怎麼曉得？神怎麼曉得？至高者豈有知識呢？至高者豈有知識呢？看啊！看啊！這就是惡人。這就是惡人。嗱，我哋聽到好激氣嘅，他們既是常享安逸，財寶便加增。他們就是享安逸，財寶更加增。哇！我哋聽到，哇！啲惡人點解係咁㗎？哇！你想一想，啲惡人為什麼這樣的？嗱，我哋最近睇新聞啦嚇。我們最近看新聞。我哋發覺，哇！美國啲貪污都咁犀利嘅。哇！原來美國啲貪污都這麼厲害。佢哋逍遙快活咗好多年咯。哇！他們真的快活了很多年啦。佢哋享受咗好多年咯。他們享受了很多年啦。好似未有即時嘅報應。係沒有報應，現在。所以我話俾你聽，惡人嘅外表係非常好嘅。啊，所以說惡人的外表是非常好的。可能我哋好羨慕啊。所以我們很羨慕他們。哇！擺出嚟又叻喎。哇！看起來哇，真的又能幹。哇！着衫又好睇喎。哇！穿的衣服好看。講嘢大聲啲。哇！說話嘅聲音大大的。我哋有陣時會唔會羨慕嗰啲哇有財有勢嘅人啊？就是有財有勢嘛，羨慕他們。哇！望佢哋好似好成功喎。看起來他們真的是很成功。咁後生可以退休嘅？哇！這麼年輕就要可以退休啦。仲可以成日去旅行喎。到處去嚇環遊世界啦。最令我哋激氣嘅係咩啊？最讓我們氣的真係怎麼樣啊？死嗰陣時都冇疼痛。他死的時候還很安，死得好安詳。他死得很安詳，走的時候走得很安詳。所以我哋唔可能憑外表睇下嗰個係咪惡人罪人。所以我們憑外表看他是惡人還是罪人。呢度講緊乜嘢？這裡說什麼呢？其實有陣時我哋所羨慕嘅，其實我們所羨慕的，我哋覺得哇係福氣啊！哇，我們說就是福氣啦，未必係神所講嘅福氣。不是神所說的福氣。呢度所講嘅，如果我哋要得到神真正嘅福氣，就是說我們真正得到神所說的，我哋首先要有嘅係正確嘅方向。我們要首先要有正確嘅方向。我哋行一條路要行得啱。我們要走一條對的路。我哋要問嘅唔係我有咩福啊！我要問嘅不是我們有什麼福。我哋要問嘅係而家我行緊一條乜嘢嘅路啊！要問我們現在在走嘅是什麼路？咦，我係咪與神同行呢？我係咪與神同行呢？我喺條路上見到邊個？我在路上我見到誰呢？我喺條路上我依靠邊個而行啊？在條路上我依靠誰來一起走呢？我哋要記住一樣嘢。我們要記住，如果方向錯咗，如果方向錯，無論你幾努力去跑，你怎樣努力去跑，你冇辦法去到終點啊！都是難言比測啦。主任好多時都走錯路。主任有時候都會走錯路。
你都知道有一次我約人喺唐城啦，我有這個約人在那個唐城，但我想59 North 喎，但是我跑到小九北邊去，唐人街都過埋啦。中國城都過了。我突然間問自己，我突然問自己，咦，我要喺 William Trace 出喎，需要我要應該是走 William Tracy 出來嘛？點解我見唔到 William Trace？因為我找不到 William Tracy 的。我去到 Harmony 咯喎。哦，我已經到了另外一個地方了。跟住突然間醒覺，突然就想起來了，原來係後邊個方向。原來是走錯路了。所以方向正確係好緊要。所以方向正確是很重要的。咁你要問自己喎，你要問自己啦。我想唔想要從神而嚟嘅福氣啊？我想不想是從神而來的福氣呢？你話想，邊個唔想啊？當然想啦，誰不想？但係如果你想呢，你想呢？得一個方法嘅，就是一個方法，就係你跟從佢。你就跟從他。冇第二個方法啦。沒有第二個方法啦。你話唔係，我自己揀自己條路。你說不對，我自己挑我自己路就好了。我靠嘅係命運。我就靠着我的命運。我靠嘅係我嘅好運。我靠我的好運。咁我想問你，我又問你啦。喺在座當中有邊個覺得自己好幸運、好運、好個命運係非常好嘅？在座當中，你覺得你自己是哪一位啊？是很幸運的呢？阿 Maria 話係。Maria 說是。哇 ，Maria 真係一個好容易滿足嘅人啊！Maria 是很容易滿足的人。為佢感謝神。為他感謝主。嗱，有陣時我哋諗下我哋嘅人生。我們想想我們的人生，究竟係信仰影響我哋啊？呢個即係信仰影響我們，定係呢個世界影響我哋？還是這個世界在影響我們呢？究竟係你啲朋友影響你啊？就是讓你的朋友影響你呢？定係你影響你啲朋友？還是你在影響你的朋友？你啲朋友能唔能夠令你更加親近神啊？你的朋友沒有令你更加去親近神啊？定係你啲朋友成日都叫你，哎呀，唔好返教會啦！真的就說，哎呀，你不要回教會啦，你朋友。我哋去玩咪好咯。哎，我們去玩吧。新嘅一年。新的一年。你有咩計劃？你有什麼計劃呢？一定要有計劃㗎。一定要有計劃的。冇計劃就真係冇計劃㗎啦。沒計劃就是沒計劃的啦。你嘅計劃係咩啊？你的計劃是什麼？諗清楚。想一想清楚。你嘅計劃入邊有冇神？你的計劃當中有沒有神？即係諗清楚。你要想清楚。第二節佢話：為喜愛耶和華嘅律法，晝夜思想者為便民有福。第二節他說：為喜愛耶和華的律法，晝夜思想使人便為有福啦。嗱，呢度講咗一樣嘢。這裡說一樣。無論你今日身邊有咩人，無論你今天你身邊有誰，或者你身邊係冇人嘅，或者你身邊沒有人，我哋都要翻到去神嘅話語當中。我們都要回到神的話語當中。詩人提醒我哋，唔係淨係翻到去神嘅話語當中啊。詩人提醒我，不是單單回去，我哋要喜愛。我們要喜愛。我哋要中意啊。我們要喜愛，因為神嘅話語係我哋唯一嘅出路。因為神的話語是我們唯一的出路。冇一個人，冇一個思想，冇一個理論可以取替神嘅話語。沒有一個人、一個思想可以，一個理論可以取代神的律法。因為罪同埋聖潔嘅標準係神定。因為罪跟聖潔的標準是神來定的。嗱，我哋唔好似法利賽人咁。我們不要像法利賽人那樣。我自己唔守，不過我要你守律法。我自己不守，讓你們來守那個律法。我自己唔做，但我指住要你做。我自己不幹，要你去幹。律法要嚟做咩啊？律法是要做什麼呢？聖經話要我哋知罪啊嘛。聖經告訴我們要知罪。因為神嘅標準喺度，我哋就知道咩係罪。因為神的標準在嚟，我們知道什麼就是罪。更重要嘅就係呢個係我哋生活正確嘅方向啊！更重要就是我們生活正確的方向。嗱，我問你，律法有咩咁緊要啫？呢個年代。我問你，這個律法有什麼重要呢？在這個年代。好多律法我哋都唔啱我哋用㗎啦。很多律法都不合我們用㗎啦。我覺得猶太人嗰600幾條有一條係，我覺得係好搞笑嘅。那個猶太人有600幾條，有一條真的是很搞笑。女嘅唔可以着男嘅衣服。但是他是說女的不能穿男的衣服。哇！着咗都犯罪。穿了就犯罪。好有趣啊！真的是你聽個牧師講就係猶太人禮拜日係唔撳 lift 噶嘛？
猶太人在禮拜天他不按那個，大家一齊入 lift，大家一起到那個，佢企喺度等你撳。他就在那邊不按。但係如果層樓有10層咧，如果有層樓一起上就有10層。咁如果你要去5樓，佢要去7樓咧，他要去5樓，你去6樓。咁你啊上7樓咯喎。你要到7樓去了，你不按6。佢哋有啲律法係好奇怪。他們的律法真的很奇怪。咁你話咁聖經嘅律法有乜咁大不了啫？聖經嘅律法有什麼這麼大不了呢？大不了嘅原因係因為出自神啊。大不了嘅原因是出自神，唔係出自人啊。不是出自人。嗰600幾條咧就出自人啊。他就按到600幾條就是出自人啦。係嗰啲拉比寫出嚟。就是那個叫拉比的人寫出來。越加越多，越加越多，越加越多。越加越多，越多到600多啦。人要喜歡耶和華嘅律法。人要喜歡耶和華的律法。其實係一個選擇嚟嘅喎。就是一個選擇。正如你喜歡你嘅太太。就是你很喜歡你的太太。係一個選擇嚟嘅喎。這個選擇。你好喜歡你嘅丈夫。你喜歡你的先生。係一個選擇嚟。這個選擇。你喜歡嘅時候，你就會追求咯。你喜歡他嘅時候，你就是會去追求。喺律法嚟講，呢個係神嘅美好，所以我哋要追求啊。就是律法上，那是神的美好，你就是要追求。其實咩叫喜愛啊？什麼叫喜愛呢？喺聖經嚟講，就係你心入邊想要嘅嘢。那就是聖經上說，就是心裏你想要嘅東西。咁我哋要問自己咯喎。你要問自己。點解你中意或者唔中意神嘅律法咧？為什麼你喜歡或不喜歡神嘅律法呢？或者你點解唔中意神嘅話語咧？你為什麼喜歡神嘅話語呢？每一樣嘢都有原因嘅。每一樣都有原因啦。只有你自己知道。只有你自己才知道。咁但喺我知道之前咧？知道之前呢？我一定要知道咩係神嘅律法至得㗎。知道什麼是神嘅律法。我唔係話人哋話俾我聽咩叫神嘅律法啦。不是人告訴我什麼是神嘅律法。年代唔同，年代不一樣，我哋嘅認知唔同，我們的認知不一樣。喺呢個年代，你要揾你嘅另外一半，你點去揾啊？在這個年代，要找你的另一半，你怎樣去找呢？係靠互相認識啦。係靠互相認識。咁至決定呢個人值唔值得做一生嘅伴侶。就決定呢個人可不可以做你一生嘅伴侶。上呢個年代點樣揀啊？上一個年代是怎麼樣啊？阿媽話佢好仔喎。媽媽說他是很好的。二嬸又話佢好女喎。那個二嬸嬸也說他是很好的。咩街頭阿嬸又話佢呢個好生養。那個說他這個可以生小孩很好。上個年代係長輩話咩就係㗎啦。上個年代就長輩說什麼就是什麼。唔需要思考。你又沒有再想什麼？再上個年代咧？再上一個年代咧，怎麼樣？哇！結婚嗰晚至見到係咩樣喎？到結婚嘅時候知道他是什麼樣子的。對於我哋呢一代嘅人嚟講，對於我們這一代人來說，係極可怕嘅事。是很可怕嘅事。結婚嗰晚至知係咩樣？哇！到結婚那個晚上才知道，這個樣子是怎麼樣？但係喺上一代再上一代，但是在上一代係好正常嘅事喎。就是很正常嘅事。可能佢哋覺得好浪漫添啊。他們覺得很浪漫。但喺呢一代話點能夠接受啊？在現在你怎能接受呢？因為呢一代係自由戀愛啊嘛。因為這一代是自由戀愛。獨立思考啊嘛。獨立思考。所以如果我哋唔認識嗰樣嘢，我點知自己中唔中意咧？我們不認識，我怎樣喜不喜歡呢？正如食榴蓮一樣。好像你要吃那個榴蓮。蔡兆輝好中意。蔡兆輝很喜歡吃。我諗佢發夢都聞到榴蓮味。他發夢都在想着那個榴蓮的味道。薛牧師都係。薛牧師也是一樣。我一生人曾經將榴蓮擺入口3次。我把那個，我真的到時為止，我把那個榴蓮放在我口上3次。第一次係好細個嗰陣時候。那時候是很小的時候第一次。你記得我哋細個喺街邊買嘢嗰個零食袋係紙皮袋嚟嘅，記唔記得？以前我們去買東西那個係一個紙袋。哇！開雪櫃，咦有個紙皮袋嘅嘢嘅。啊！打開那個冰櫃，看到有個紙袋裝着。一打開，我暈咗咁滯。哎呀！我就差點暈倒。我仲記得我好大力將佢掉翻入雪櫃。我就馬上就把它運回去。第二次。第二次。
咁我朋友話食啦，我的朋友告訴我好吃的。哇！我一擺入口即刻唻翻出嚟。哎呀，我馬上放進去，馬上吐出來了。我話真係唔得啦，吞唔到。哎呀，真的是不能咽下去。第三次應該係屋企同阿姨中秋節慶祝。那就是中秋節慶祝。哇！有榴蓮喎。哇！有一個大榴蓮。哇！咁佢話含入口，唔好唻出嚟。他就說：你不要閉着眼睛咽下去就好了。佢話吞咗落去就冇事㗎啦。就是咽下去，閉着眼睛咽下去就好的啦。當時咧，我想嘔咁滯。我真的是這樣，真的很想吐。跟住最後都係唻咗出嚟。最後還是吐出來了。嗱，我食過3次咯喎。我吃了3次的榴蓮，冇辦法吞得落去啊！沒辦法把這個榴蓮吞下去。咁我就喺我印象，榴蓮係好難食嘅。我在印象中有個榴蓮是很難吃的。但我試過啊嘛。但是我試過。你點知神嘅話語唔好啊？你就知道神的話也不好。你都唔知佢講乜。你都不知道他說什麼。香港嚟嘅人。從香港來的人。成日都聽到，哎呀，嗰人又講耶穌啦。那個人又在講耶穌。佢講呢句説話背後係咩啊？他講這句話的後面是什麼呢？哎呀，好鬼煩㗎佢哋。我就覺得很煩啊，這個人。好長氣啊。就是真的太煩。講極都講唔完嘅。說來說去說不完。但係點解世界上有咁多基督徒咁傻，成日都去睇聖經啊？為什麼世界上這麼多基督徒整天這麼笨去看聖經？佢入邊梗係有神嘅寶貴啦。那裡面一定有神的寶貴。所以基督徒只想親近神。所以基督徒就想親近神。弟兄姊妹啊，弟兄姐妹，有冇人好耐冇睇過聖經？有沒有很長時間沒有看到聖經？好耐都冇聽過聖經。很長時間沒有聽到聖經。好耐都冇揭過本聖經。很長時間沒有翻過聖經。今年可唔可以重新出發啊？今年可不可以重新出發？攞翻你本古董聖經出嚟啊！把你那個藏在家裡那個聖經拿出來，那本聖經拿出來。重新立志。重新立志。我每日睇少少都好。我每天看一點點。我要認識神。我要認識神。我要神做我生命嘅主。我要神當我生命嘅主。我要與神同行。我要與神同行。我要同神一齊成長。我要跟神一起成長。我要神帶住我走前面嘅路。我要神帶着我走前面嘅路。其實我哋點睇信耶穌呢件事啊？其實我怎麼樣上信耶穌這件事呢？係一刻嘅事啊，定係一生嘅事啊？是一刻還是一生嘅事呢？其實信耶穌係持續成長嘅事。信耶穌是持續成長嘅事，唔係一次性交易。不是一次性嘅交易。唔係我舉一手就得啦。不是我舉手就可以啦。我哋恨唔恨？有冇渴慕？我哋有一日結果子啊？我們有沒有渴慕？我們有一天要結果子。結果子究竟係按住你嘅時間咧，定係我嘅時間咧？結果子按照你嘅時間，還是我嘅時間？定係神嘅時間咧？還是神嘅時間呢？嗱，如果我哋拒絕成長，因為如果我們拒絕成長，我哋拒絕跟隨神嘅生活，我拒絕跟着神嘅生活，我寫包單。唉，我真的我幫你寫包票。一生嘅你都冇果子。一生你就是一生你都沒有果子可以結。如果一個人能夠以神嘅話語為樂啊，如果你真的話語為樂，就算喺最艱難嘅時候，你都結到果子。就是在最艱難嘅時候，你也可以結到果子。你話唔係啦，邊有可能啊？你說哎呀，不要，哪有可能的？羅馬書5章3到5節。羅馬書5章3到5節。佢話不但如此，不但如此，就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。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。撳下一張。咦，冇嘅，我漏咗啊？唔係咗。定係再下？有喎有喎。咦唔通？呢度唔知點解跌咗落去啦。佢喺患難中都係歡歡喜喜，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練，老練生盼望，盼望不至於羞愧，因為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裏。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，忍耐生愛，老練生期盼，盼望不至於羞愧，因為所賜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的心裏。哇！好似好長氣嘅呢句説話係咪啊？好似很長氣啊！呢度講嘅就係我哋嘅受患難唔係白白受嘅。就是我們說受的患難不是白白受。係我哋成長過程嘅一部分。係我們成長過程嘅一部分。嗱，冇人中意受患難同痛苦嘅。冇人喜歡受患難跟痛苦的。但係如果我哋知道藉着各種嘅患難，因為我們知道各種嘅患難，
同埋魔鬼嘅攻擊。和魔鬼的攻擊。神係要建立我哋啊！神要建立我們，神要建立我哋嘅品格，神要建立我們的品格，我哋嘅心智。我們的心智，哇！讓我哋更剛強啊！因為我們更加剛強，讓我哋更加懂得信靠神。我們更加懂得信靠神。更重要嘅更重要的就係信心更大。就是信心更大。我哋靠住神去克服所有嘅困難。要靠住神要克服所有的困難。哇！我哋咬緊牙關啊！我們要咬緊牙關。我哋靠神，靠神，俾我哋呢度鍛鍊，給我們一個鍛鍊。我哋不斷成長。我們要不斷成長。但我相信咧，所有人都係逃避困難嘅喎。我們相信所有人都想逃避那個困難。但係有陣時有啲困難，我哋必須要經過。但是有的困難，我們必須要經過的。你話點樣經過啊？你說怎樣經過呢？就係與困難共處。就是與困難共處。你話我係咁噶咯？你說我就是這樣的啦。我係有缺乏。我就是有缺乏。比如，你唔係一個講嘢好叻嘅人。你不是一個說話很你可能覺得哇，叫我企喺台前講嘢，你要我站在台上說話，簡直叫我去死啊！就叫我去死吧。就話俾自己聽，就告訴自己。係啊，我講嘢唔叻㗎。我就說也不會說。但係講嘢唔叻唔代表成個人唔叻啊嘛。你說話不代表你還另外一方面不行。仲有好多嘢可以服侍。真的很多事你可以服侍。好多嘢可以做。很多事你可以做。記住同困難共處。就是要困難共處。唔需要逃避。不是要逃避。嗱，大家都知啦，主任個爸爸係好少翻屋企嘅細個。以前呢，主任的爸爸是很少回家的。我好接受一樣嘢喎。我很接受這樣。因為我爸爸唔翻屋企。我爸爸很少回家。嗱，當你接受到咧，當你接受的時候，你就唔覺得呢個係問題啊？你就不覺得這個是問題啦。早嗰排有人同我講。前陣子有人跟我說。咁個人當然高過我啦。那個人比我高。佢話你都唔算矮啊！你都不算矮。當時我心諗搞錯，我矮。為什麼說我矮？但係佢話你都唔叫矮啊！你都不叫矮。咁我咪接受我矮咯。我就接受我矮就矮啦。特別老咗啊！特別老啦。我以前成日同人講。我以前成日跟人說。我個駕駛執照。我那個駕照。係寫我5尺5寸嘅。寫我5尺5寸。早2年去睇醫生。前2年去看醫生。咁啊，護士叫我除對鞋喎。醫生，那個護士要我量量身高。佢話你得5尺3寸啫喎。你才5尺3啊！我冇可能。我就說沒可能。佢話係啊，你自己睇下。你自己看清楚。搞錯。我沒有搞錯。跟住我下次去睇醫生。再去看醫生。去第2個診所。我就另外一個診所去。佢話你得5尺4寸啫喎。你才5尺4。跟住咁我話我係縮咗水少少嘅。哎呀，我就矮了一點點誒。護士就同我講。護士跟我說。我咁個年紀縮水少少係應該嘅。你這麼年紀嚇，矮了一點點是應該的。因為嗰個護士得20幾歲啫嘛。那個護士才20多歲。我個心諗，你仲大過我媽。所以當我哋接受我哋嘅唔完全。當我接受我們自己的不完整。我哋好多嘢都可以接受。我們很多事都可以接受。返教會一樣。回教會也是一樣。哇！有啲人我哋唔覺得，哇好唔順眼啊！看起來哇，有的人看他不順眼。哎呀，嗰個人成日行埋嚟撩我嘅。人家都過來啊，說那些不好聽的話。梗係要講一啲嘢嘅。就是說那些不好聽的話。我已經唔望佢㗎啦。我已經唔看他啦。唔知點解係要喺我耳邊講嘢。就是跑過來跟我說。你同我都唔係完美嘅人啊！你跟我都不是完美嘅人。唔完美嘅人一齊建立一間教會。不完美嘅人，大家一起在一個教會。教會點會係完美咧？教會哪有完美呢？因為你同我都唔完美啊嘛。你跟我都不完美嘛。教會嘅完美係在於神啊。那教會嘅完美是在於神，唔係在於我哋啊。不是在於我們。如果在於我哋就慘啦。如果在於我們就可憐啦。我哋真係邪教異端啊！我們就是邪教異端啊！完美係因為耶穌基督係教會嘅頭。完美因為耶穌基督是教會嘅頭。
點樣能夠令教會更美好呢？因為怎樣令教會更加美好呢？就係個個放低自己跟耶穌，這個把自己放下，跟隨耶穌，包括傳道人同牧師都係。包括傳道人也好，牧師也好。傳道人牧師永遠都提醒自己一樣嘢。傳道人跟牧師永遠都提醒自己一樣。教會唔係我哋嘅。教會不是我們。教會係神嘅。是神的。絕對唔係屬於任何一個牧師同傳道人。絕對不是屬於任何一個牧師或者一個傳道人的。我哋今日能夠聚喺一齊，我們今天能夠聚在一起，係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。因為耶穌基督嘅緣故，所以我哋大家要磨合啊！我哋大家都要磨合。我哋唔好幻想教會一定係好完美嘅。我們幻想教會是很完美的，因為根本冇完美嘅教會喺地上。地上根本是沒有完美的教會。我哋今日只能夠靠主得力。我們今天就靠主來得力。我哋感恩。我們要感恩。因為我哋力量從神而嚟啊。因為我們力量是從神而來的。嗱，如果我哋係一棵樹，好似第三節咁講。我們就像一棵樹，好像第三節這樣說。咦，人睇唔睇到我嘅葉子啊？有看到我們的葉子嗎？我嘅葉子係咪健康啊？我的葉子健不健康？我有冇生命嘅力量啊？有冇生命嘅力量？定係我垂頭喪氣啊？好像垂頭喪氣。好似一個枯乾嘅樹啊！就好像一個枯乾嘅樹。喺教會當中呢，在教會當中，有啲弟兄姊妹喺情感上面呢，有啲弟兄姐妹情感上面，只係想支取唔想付出嘅。就是想支取不想付出。點解啊？為什麼？因為佢覺得我冇嘢可以攞出嚟。因為就覺得我哪有什麼可以拿出來？個問題喺邊呢？那這個問題在哪裡呢？問題唔係人有冇嘢可以攞出嚟啊？問題不是人沒有東西可以拿獻上。如果人只係靠自己嘅，如果人是靠自己的，你當然冇嘢可以攞出嚟啦。你當然沒有東西可以拿出來。但係如果我哋靠住神嘅，因為我們靠着神的，我哋就有支取嘅能力。我們就有支取的力量。第三節講咩啊？第三節說什麼？佢話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。他要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。按時候結果子，按時候結果子，葉子也不枯乾，葉子也不枯乾。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，凡他所做的盡都順利。嗱，呢句句子入邊呢，呢個句子上面呢，我哋淨係中意最後嗰句。我們在最後一句，我哋淨係想，哇，做所有嘢都順利啊！我們就，哎呀，我自己做得很順利。順利唔係運氣啊！順利不是運氣。我哋唔好羨慕，哎呀，點解佢咁順境嘅？我們要羨慕，不要羨慕，哎呀，他為什麼做得這麼順利？你知唔知呢個字？嗱，其實盡都順利咧，原文係一個字嚟嘅啫。原文就是一個字。喺其他箴言啊、尼希米書啊，係用亨通嚟翻譯。就是在耶利米書啊，有經典說用亨通嚟。咁要亨通嘅秘訣係咩咧？用亨通啊，個秘訣是什麼呢？嗱。呢一個盡都順利呢個翻譯呢，盡都順利這個翻譯呢，佢嘅分詞喺創世記出現咗幾次？他在那個創世記出過幾次？就出現喺約瑟身上。就在那個約瑟身上。嗱，我哋知道約瑟就俾啲阿哥賣咗去埃及啦。我知道那個約瑟把他哥哥把他賣到埃及，受好多苦喎。他受了很多苦。跟住咧就被賣到波提佛嘅家。又賣到那個波提佛嘅家。但係咧因為長得太英俊啦。哇！他長得很英俊。咁波提佛嘅太太咧就睇上咗佢啦。啊！波提佛嘅太太看上他。咁咧就但係因為佢拒絕啊嘛。後來他又拒絕啦。結果咧就被陷害要坐監啦。因為就把他放在監獄裡去。咁坐監咧就見到酒政同善長咯喎。啊！在監裡就見到那個酒政跟那個善長。咁佢就幫佢解夢啦。他就幫他解夢。當時佢話：喂，你記住救翻我出嚟啊！你記得要把我救出來啊！但點知佢兩個出咗去咧，就將佢忘記咗啦。真係，他們出獄之後就把他忘掉。咁咪繼續坐監啦。那就繼續還在留在監獄。冇人再記得佢。沒人記得他啦。直至到法老佢發咗個夢。直到那個法老就發了一個夢。冇一個人識得去解。沒人把他那個夢解出來。酒政突然間記得，哎呀喺監牢入邊有後生仔識解夢。那個酒政才想起來啊，在監獄裡有一個人會解夢的。咁就放佢出監喎。把他監獄裡解出來。跟住佢就一步一步做咗埃及嘅宰相。他就一步一步做了埃及的宰相。嗱，佢嘅經歷聖經點講啊？但係經歷聖經怎樣說呢？佢話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嘅家中。約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嘅家中。耶和華與他同在。耶和華與他同在。他就百事順利。他就百事順利。他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。他主人見耶和華與他同在。又見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盡都順利。又見耶和華使他手裏所辦的盡都順利。23節下邊。撳
多行。佢話凡在約瑟手下嘅事，還在約瑟手下的事，司獄一概不察，司獄一概不察，因為耶和華與約瑟同在，因為耶和華與約耶和華瑟同在，使他所做的盡都順利。耶和華使他所做的正度順利。嗱，所以我哋睇到我哋學到一樣嘢喎，所以我們就在這裡學到一樣。一個人盡都順利咧，一切正都順利呢？唔係話佢遇到乜嘢事事順利喎，不是啊，遇到什麼事事順利，而佢喺患難當中，神係與佢同在。在患難當中，神與他同在。喺絕望嘅時候，仍然相信神啊！在絕望當中，仍然相信神。你喺患難當中，你相唔相信神要幫你啊？你在患難當中，你會相信神會幫你啊？你喺痛苦當中，你相唔相信神係你嘅出路啊？你喺痛苦當中，你相信神是你的出路。嗱，大家都知道主任有兩部車，大家知道主任有兩部車，一部咧就叫做小破車，有一個小破車，因為一甩皮甩骨㗎啦，已經很破的啦。咁咧就個仍然都係開得好好嘅。但是也可以開的。咁咧上帝好恩待我嘅。上帝很恩待他。咁咧我就同上帝講。因為他跟上帝說。我希望我嘅車咧揸到26萬米啊！我希望我嘅車我開到26萬米。嗱，只係 Toyota Corolla，唔係 Toyota Camry 啫。就是一個 Toyota Camry。咁咧，我啲朋友都話：哇！我呢架車壞咗死咗，你仲諗你架車可以行到26萬啊？我說我的車哈都壞了，你的車還可以開到26萬。我話係啊，幾好啊！我說我的車開得很好。我話開架咁嘅甩皮甩骨嘅車。這樣的小破車。我個車唔係冇壞過㗎。我的車不是沒有壞過。久唔久就壞㗎。有時候也會壞㗎。但係好奇妙。但是很奇妙。每次壞咧都係屋企附近壞。每次壞就在我家的附近。上個禮拜4啊。上個星期四。我啱啱出路口。我剛好出路口。咦？點解車唔去嘅？我這個車不能動呢？踩油唔係好行嘅。這走不了的，不能開，不能走。因為之前試過㗎啦。以前試過的。整咗㗎啦。已經修過的。即刻揸翻轉頭。馬上開門。泊翻喺屋企門口先。放在家門口就好了。咁我就記得啦。我記得。咁嘅情景唔係第一次喎。這不是第一次發生啦。好似次壞車都喺屋企附近嘅。好像每一次壞車都在我家的附近。好似次壞車都可以揸到翻屋企至死嘅喎。好像每次可以回到家，他才停下來的。咁我問你呢個係咪神嘅恩典啊？我就問你，這不是神的恩典呢？係啊。對呀。壞車捱到翻屋企至死嘅可以。那這個車壞掉了，可以回到家才停下來。咁你話呢個係福氣定患難？你說這個是福氣還是患難呢？患難當中嘅福氣。就是患難當中有福氣。嗱，神冇俾我，哇！你個咁嘅小破車，即係好健康，我冇喎。那神呢給我個小破車就很好。但係佢話你壞車嗰陣時我喺度。你說壞車時候我在。我嗰日禮拜4咧，我發覺弊啦，一踩油。我剛星期4的時候，完蛋啦！嗰盞燈就着喎。這個燈亮。咁我唔踩油，眼燈就熄喎。唔踩那個油就沒有關啦。我係慢慢架車流翻，即係踩一下油，佢自己流翻屋企。就把這個車踩一下，那個它又慢慢地溜回去。咁啊，好感恩啊！周圍冇車喎。感恩周圍也沒有車。我上次喺 freeway 壞車。上次我在爆胎。我在 freeway 上爆胎。都係㗎。要出口啦，喺教會送完阿陳怡翻屋企啊！就是以前送那個陳怡回家的，到教會。咁跟住捱到翻教會停車場。慢，把他溜回來，回到停車場。整車嗰個人話。修車那個人跟我說。爆胎你都可以捱到翻停車場。那個胎都已經爆了，你還可以回到來，回到停車場。對呀。你仲冇整壞中間嗰個圈喎。我還沒有把那些零件弄壞。我話係啊。我說對呀。人有好多患難。人有很多患難。但係唔使驚。但係不用怕。因為神與我哋同在。因為神與我們同在。弟兄姊妹喺患難當中，你係咪堅持神愛你啊？在患難，弟兄姊妹，在患難中是不是堅持神是愛你的？你係咪堅持神係你嘅盼望？你要堅持神是你嘅盼望。仍然有出路啊！仍然有出路。當我哋討論到神要賜福俾我哋嘅時候咧，神要賜福給我們嘅時候，我
我哋憑咩同神同行啊？我們憑什麼與神同行？就憑信心咯。就是憑信心。你憑咩咧？怎麼呢？係呢娜幾叻啊！係呢娜真係憑信心。即係係呢娜說憑信心。我哋憑信心至可以睇到神嘅美好。我們憑信心才知道神的美好。我哋至確認神仍然看顧我哋。就確認神一定在看顧我們。我哋一生都喺神嘅手啊！我們一生都在神嘅手上。今日我哋好容易依靠其他嘢嘅。今天我們很容易依靠其他東西。依靠銀行係幾多錢？依靠哇！銀行帳戶有多少錢？依靠今日嘅股票有冇冧咗？哇！就依靠今天嘅股票怎麼樣？依靠我哋嘅健康。依靠我們嘅健康。係咪啊？對不對？但係嗰啲一啲都唔可靠啦。但是就是好像不可靠。你諗下，你想一想。你淨係望下自己個膝頭哥。你睇你個膝蓋。你就係話俾自己聽健康可唔可靠？你個健康可不可靠？年紀越大，個膝頭哥就話俾你聽唔可靠。年紀越大，你的膝蓋就好像告訴你不可靠。咁我哋要相信咩啊？那我們要相信什麼呢？我哋相信神嘅憐憫同帶領啊！我們要相信神嘅憐憫跟帶領。我哋相信佢嘅話語係有能力啊！我們相信他的話語是有能力。我哋相信我憑信心去信服同跟隨啊！憑信心去信服跟隨。我哋要得到神嘅福氣。我們要得到神嘅福氣。除咗信心同信服去跟隨，冇嘢可以。呢個真信心跟信服去跟隨，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比。我哋唔好再憑我哋經驗啦。不要憑我們的經驗。我哋要讓耶和華成為我哋生命嘅主。我們要讓耶和華成為我們生命嘅主。我哋要學習信服。我們要學習信服。我哋要學習要有信心。我們學習要。以前冇嘅。以前沒有的。以前少嘅。以前少的。唔緊要。唔重要。今日同神講。今天跟神說。過新年啦！過新年啦！我大個仔啦！我長大啦！我大個女啦！真長大。我要有信心。我要有信心。我要去學。我要去學。因為你與我同在。因為你與我同在。我一齊祈禱。我們一起禱告。親愛嘅主，我哋都係軟弱嘅人。現在我們都是軟弱的人。你係深好認識我哋，知道我哋。你認識我們，知道我們。但係主啊，求你繼續用你嘅話語激勵我哋。神啊，用你的話語激勵我們。無論前邊嘅困難有幾大，無論前面的困難有多大，我哋要藉着信心去跨過。我們要藉着信心去跨過。我哋要睇到你嘅福氣。我們要看到你的福氣。我哋要領受你所賜俾我哋嘅福氣。我們要領受你賜俾我們的福氣。我哋要分別為聖。我們要分別為聖。我哋要以你為我哋嘅標準。我們要以你為標準。神啊，幫助我哋。神要幫助我們。學習將自己放低。我學習要把自己放下。將你放翻高位。把你放在最高位。讓你成為我哋生命嘅主。讓你我生命嘅主。主啊，多謝你。謝謝你。俾我哋有中國人嘅新年。給我們有中國人嘅新年。俾我哋重新一次反省。我哋重新一次反省。俾我哋重新一次發力。重新發力。主啊，多謝你。謝謝你。我哋咁樣禱告奉靠主耶穌基督嘅聖名求。我們這樣禱告奉主耶穌的聖名求。